先生，熬做很清楚。熬做，我袂准甲迄门路么？无问题，请问迄条群里面呢？我上头开东西客家文化园区。迄样子上头开东西客家文化园区呢？我开个面弄啊，客人大部分真大饼，东西人是毋是嘛款款呢？是啊，迄就听过先摸到三棍强，毋莫假太毛铺装么？甲迄不个意思？群爷梦迄一滴啊，迄是特代俺人市政府掠过开迄咩？嘿，迄无种代掠错入唔义好公差，特别丰年的民风年纪冲参，落查了后万错义群六好公差，特别南平离参落查，各项太少10分钟，是无特别。听讲，甲这边真有特色，是咩？是啊，东西客家文化园区，迄东西区火车头改建的，甲后茶室改装做轻列室，并保留区车头离卡电茶的充电，真值得样。哇，感觉真有意思。请问秋坤也就要该好送的蔬菜么？兴趣家去测啊！园区后背是东风绿色走廊出行茶头，风景真正，也无种面梦面风的客家山上，又显也无种去些拉客板呢。要该合作拉客板，去些眼望一滴啊！就好诶。我立马去出发。请问公车票等你个方向？来，请先先到市政府进门口，过台路行到对面就是公车票。我弟啊，都来现。唔出生意，上帝个欢喜。